台湾首庙天坛由董事长徐国润率领所有党干事，伫玉皇上帝圣位前行礼，并宣读誓词，全力为天坛甲圣像奉献。徐国润表示，连任董事长是责任的家当，天坛会持续关怀照顾弱势族群，希望透过宗教信仰的力量，帮助更侪需要帮助的人。就任台湾首庙董事会第10届的董事长，当然这个责任是非常的沉重。是安怎讲呢？因为咱时前台湾对疫情遮严重，咱来担任这个职务，当然嘛，希望咱的国家每一个人也是安怎会当国泰民安，嘛希望讲咱的经济会当好啊繁荣。当然，台湾首庙天坛介重要，是讲爱做一寡社会公益，也是一寡社会福利，一寡艺文的活动。所以以新的任期开始，我嘛会加强应该做的工作，但是阮要增加一寡照顾更多的偏乡的囡仔。天坛历年来发送自强号慰问金、学生奖助学金，甲提供市府急难救助经费。日后也会继续秉持着玉皇上帝仁慈的心，持续重视社会公益。另外，天坛董事会将会专心投入庙务，推动软硬体改善，伫环境景观、宗教交流、甲文化艺文活动等方面进行推动甲建设，让天坛成为兼具文化甲创意的寺庙。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。